好多人以為新皇崗口岸最唔同嘅地方只係過關快咗，但我想講一句，值得每一個香港人認真諗清楚。當深圳同香港之間最大嘅通行麻煩，由以前動輒幾十分鐘，甚至成粒鐘嘅排隊折騰，慢慢變成未來更順暢、更省時嘅過關體驗。我哋幾十年嚟固定落嚟嘅生活模式、揾食方式、定居選擇，係咪有全新嘅可能性？而家成個網絡都刷屏，講5分鐘極速通關，講新口岸大升級，講大灣區紅利，但9成9嘅片都係講城市、講政策，幾乎冇人企喺香港普通人嘅角度，講穿最核心嘅真相。今次嘅改變根本唔係單純起個新口岸，換個新基建，而係悄悄擴闊咗香港人未來10年嘅人生選擇。過去我哋所有人嘅思維都好固定，香港係我哋生活、返工、發展嘅主場，深圳只係間唔中上去食嘢、行街探親戚嘅客場。一河之隔，卻係兩種完全唔同嘅生活節奏、物價水平同發展機會，好似兩套完全獨立、唔會重疊嘅人生模式。但新皇崗口岸一開，呢種幾十年嘅固有認知開始慢慢鬆動。當過關唔使再提前規劃，唔使再花大把時間同心機去折騰，有個問題我哋全部都避唔開，以後我哋仲需要死守，一定要留喺香港先至最好。呢個固有觀念咩？我好明白屏幕前好多香港朋友嘅顧慮，過關越嚟越方便，會唔會令香港嘅機會流去深圳？本地生意會唔會越做越淡？年輕人會唔會大量北上？香港本身嘅優勢會唔會慢慢被削弱？我哋一定要認清一個事實，便利從來都唔係淨賺冇蝕，人流越自由，機遇同競爭就一定雙向流動。今日呢條片，我唔講官方套話，唔講宏大嘅大灣區大道理，純粹企喺香港打工仔、年輕人、小老闆、普通人嘅角度中，肯客觀唔吹不黑，同大家拆解呢場靜悄悄嘅大轉變。我哋唔講空洞嘅城市戰略，淨係講同你我生活收入未來息息相關嘅真實改變。新口岸到底解決咗我哋過往邊啲痛點，為香港人帶嚟咗啲以前做唔到而家可以實現嘅新選擇便利，背後又有邊啲容易被忽略嘅競爭壓力？睇完你就會明，今次升級同每一個香港人都息息相關。想真正睇懂呢場改變，我哋唔使先睇複雜政策、冰冷數據，先睇下每一個香港跨境人士最切身、最有共鳴嘅舊日常痛點。好多人誤會，以前香港人少上去深圳係唔中意、唔需要，其實根本唔係。真正嘅原因係過去極高嘅時間成本同繁瑣流程，扼殺咗所有人北上嘅意欲。深港最吊詭嘅地方就係，兩座城市淨係隔一條好窄嘅深圳河，地理距離近到可以忽略，但幾乎所有香港人都覺得過一次境好似去第二個陌生城市咁麻煩。從來都唔係深圳遠，而係以前嘅通關流程令呢段好近嘅路程變得又貴又攰又唔抵。有個跨境經驗嘅香港人都知，舊皇崗口岸留低嘅記憶從來都唔係個口岸，而係無盡嘅折騰同消耗。北上從來都唔係輕鬆嘅短途出行，而係要提前半日規劃、預足時間、做好心理準備嘅大工程。以前嘅完整過關流程，大家一定記憶猶新。先喺落馬洲排隊搞香港出境手續，好不容易過完檢，仲未到深圳，只係去到中轉區。無論日曬雨淋、酷暑寒冬，拖住行李、湊住老人細路，都要繼續排隊等黃巴。短短幾分鐘車程，鳩風黐隨時排隊20-30分鐘。好不容易上車過到深圳口岸，所有人又要落車整理證件，重新排隊。
再做一次內地入境核驗、安檢同資料核對，2次排隊、2次查驗、強制中轉、露天等候，只係過一條100米闊嘅河。平日通勤隨時要30-40分鐘，週末假期、黃金週高峰期排隊1粒鐘以上係常態。我身邊好多長期中港往返、日日跨境嘅朋友，大家共識都一樣，阻礙深港日常往來嘅從來都唔係距離，而係呢套繁瑣、低效、耗盡人耐性嘅舊流程。日復一日嘅細碎折騰，拉高嘅唔止係表面嘅時間成本，更加係兩座城市之間嘅心理距離。好多香港人唔係唔想上去食飯、行街、消遣、短途遊玩，而係覺得好唔抵。為咗一餐飯、一次普通消費，要付出幾倍嘅時間同心機，性價比極低。久而久之，喺大部分香港人認知入面，深圳就變成偶爾探親、短時遊玩就得唔值得常態化上去嘅地方。兩座城市地理上緊貼，但普通人嘅生活完全割裂，繁瑣嘅流程壁壘長期限制咗兩地日常往來。呢就係舊模式最大嘅問題。物理邊界早已打通，但人為造成嘅流程門檻困住咗香港人嘅質素雙成生活選擇，令好多可行嘅生活方式、發展機會一早就被扼殺。而新皇崗口岸全面升級唔係一次性解決所有跨境問題，但佢首先優化咗普通人最有感、最影響日常體驗嘅核心痛點——高昂嘅跨境時間成本。呢度我糾正一個全網最大嘅誤區，亦都係好多營銷號誇大宣傳嘅漏洞。大家成日講嘅5分鐘通關係官方優化後嘅目標體驗，係全新合作查驗模式帶嚟嘅效率提升，並唔係所有時段、所有人流都可以做到嘅固定速度，更多係平日人流穩定時段嘅優質通行效果。冇誇張噱頭，冇虛假宣傳，呢個效率提升係未來普通市民日常往返可以真實感受到嘅質變。平日人流平穩，過關順暢快捷，就算人流增多，整體效率都比舊口岸提升好幾個層級。但我必須強調，真正拉開新舊口岸差距，真正改變普通人生活嘅，唔係新增嘅自助閘機，唔係氣派嘅新大樓，唔係華麗嘅硬件設備。硬件只係基礎，流程協同、簡化繁瑣步驟，先係今次升級嘅真正核心。過去深港採用兩地兩檢模式，兩地查驗流程獨立運作，市民要依次完成兩套手續，產生大量重複步驟同時間浪費。兩套流程各有規矩，各自運行所有銜接漏洞、重複核驗嘅麻煩，最後都要由普通旅客自己承擔。以前嘅通關邏輯係人去遷就系統，無論幾麻煩幾折騰，旅客都要跟住排隊、跟住中轉、跟住流程走，系統唔會為人讓步，規則唔會為人變通。而新口岸推行嘅一地兩檢、合作查驗，一次放行，徹底扭轉咗呢個局面。對我哋香港旅客嚟講，最直觀嘅改變就係以前係人就流程，而家係流程開始遷就人、服務人。深港兩地查驗流程深度對接，取消咗舊式嘅隔離中轉區同強制黃巴接駁，大幅排隊重複核驗造成嘅時間浪費。旅客全程只需要排一次隊，做一次基礎資料採集，兩地後台會同步核對信息、審核資質，完成放行。以前複雜嘅步行、中轉、等候流程，而家被緊湊高效嘅查驗動線取代。普通人唔使理解複雜嘅跨境管核規則，唔使糾結兩地地界，唔使反覆核對證件。所有後台審核、風險比對、流程銜接，全部由系統自動完成。配合優化後嘅跨境通行細則，徹底撫平咗香港人高頻跨境嘅細碎煩惱。有過往跨境經驗嘅朋友都知，
以前經常往返中港嘅人，要反覆準備唔同證件，應付兩地唔同嘅查驗流程，次次過關都要格外小心。長期落嚟，心理負擔好大，一年往返幾百次，只要一次疏忽漏帶證件，搞錯資料就會耽誤行程，影響返工，容錯率極低。而家成個通行流程大幅簡化，北上通行更輕鬆，返港方向嘅身份核驗同過關步驟都全面優化，大大降低咗跨境出行嘅操作難度同出錯風險，令深港往返唔使再小心翼翼，步步緊繃。睇落係少少嘅流程優化，實質係普通人跨境生活門檻嘅層級式降低。當一件事由需要提前半日規劃，耗費大量心機，變成隨時話走就走，零顧慮，人嘅生活習慣、認知同人生選擇自然會慢慢改變。講到呢度，好多香港朋友都會有個疑問：呢種便民優化點解而家先做到？以前幾十年都做唔到？因為呢次口岸升級絕對唔係單純起樓翻新，而係數字化查驗技術、跨境協作條件日漸成熟，加上民生需求爆發，城市系統快緊，多重因素疊加，先至出現嘅必然改變。第一，跨境數字化查驗體系已經成熟，過去多年兩地數據互通、人鏈、核驗系統聯動嘅穩定性同安全性不足，唔可以同時兼顧高效通行同邊境安全，好多便民優化只可以擱置。而家技術足夠成熟，可以守住安全底線之餘，最大限度提升過關效率。第二，香港人嘅雙城生活需求徹底爆發。以前跨境往來只係少數商人、通勤人士、探親家庭嘅專屬需要，大部分普通人根本唔使高頻往返。但近幾年深圳嘅居住環境、商業配套、產業機會越嚟越完善，越嚟越多香港人想揾更低嘅生活成本、更多元嘅消費選擇、更廣闊嘅發展空間。舊式低效口岸早已追唔上普通人嘅新需求。第三，城市發展倒逼通行升級，過去高昂嘅跨境流動成本大大限制咗深港優勢互補，令香港嘅國際資源、專業服務優勢同深圳嘅科創產業實體市場優勢長期割裂。而家雙城協同係大勢所趨，打通人流壁壘，釋放聯動潛力，係貼合兩地普通人利益嘅必要升級。喺眾多升級細節入面，最多人好奇、爭議最大嘅就係新口岸冇香港手機信號呢個問題。我哋客觀中立、直白講清楚，打消大家疑慮。新口岸聯檢大樓接收唔到香港信號，絕對唔係設計失誤，而係跨境管轄同通訊規則帶嚟嘅現實取捨。好多人有誤區，以為港方查驗區就屬於香港地界，其實成座聯檢大樓物理上屬於深圳管轄，只係單獨劃出專屬區域俾香港入境處海關人員辦公執勤。呢個情況涉及跨境區域管理、運營商信號覆蓋同兩地通訊規則協調，唔係簡單嘅工程問題，而且對普通旅客嚟講，基本上唔影響正常過關。口岸有完善網絡服務，足夠應付大家社交、轉賬、日常通訊、工作溝通嘅需要，整體通行體驗幾乎唔受影響。講完硬件升級、流程優化同規則細節，我哋進入今次視頻最核心、最同香港人切身利益相關嘅重點。當過關門檻大幅降低，雙城往來慢慢變成常態，到底邊啲香港人生活會被改變？邊啲人可以搶到新紅利？邊啲人要直面新嘅競爭壓力？我哋分開三類人群，唔講空話，淨係講實實在在嘅生活、工作、收入改變。首先係香港年輕人，多咗一個以前成本太高，而家終於可行嘅全新生活方案。而家香港年輕人嘅生活壓力，大家有目共睹。居住、
空間狹窄、租金物價偏高、生活壓力集中、日常消費選擇有限、長期高壓嘅生活環境，令好多年輕人嘅生活容錯率好低，只可以硬撐。以前年輕人唔係唔想換嗰種生活，唔係唔嚮往更低壓力、更寬敞嘅居住環境，而係跨境通勤成本太高、太折騰，根本唔具備實踐條件。就算知道深圳樓更平、空間更大、消費更抵、娛樂更多元，都只可以觀望，唔敢嘗試。而家高效順暢嘅通關模式，慢慢抹平咗最大嘅通勤障礙。我哋理性講清楚，呢個改變唔代表年輕人會大規模搬去深圳離開香港。真正珍貴嘅變化係以前完全唔現實嘅生活選擇，而家終於有得揀。年輕人可以繼續保留香港嘅工作、社交圈子、人脈資源同身份優勢，唔使徹底離開自己熟悉嘅環境，同時可以利用深圳嘅低成本優勢，改善居住條件，減輕生活壓力，豐富日常消費。對於被高壓生活困住嘅香港年輕人嚟講，呢個係以前冇而家全新嘅減壓出路同人生選擇。第二類係跨境打工仔專業人士，職業發展嘅邊界被徹底拓寬。以前好多香港專業人士、職場人，明明見到前海河套、深圳科創圈有更多優質崗位、咁廣闊賽道、更高薪資上限，都主動放棄。原因好現實，日日跨境過關太折騰，耗盡精力，根本唔適合長期發展。繁瑣嘅溝通關流程就好似一道無形圍牆，將香港人才鎖死喺本地市場，保住咗工作穩定，亦都鎖住咗職業上限。而家通關摩擦大幅減少，雙向職業通道正式打開。對於一啲唔需要日日固定坐班，靠專業資質同國際資源揾食嘅行業，香港返工、深圳生活唔再係傳聞，亦唔係少數人嘅嘗試，而係值得認真考慮嘅新選擇。金融、諮詢、設計、法務、跨境服務，呢啲香港優勢行業可以繼續發揮香港嘅國際資質同專業優勢，對接資源，同時借助深圳嘅產業場景同龐大市場拓展業務，既保留香港職業體系嘅核心優勢，又解鎖咗內地全新發展之餘，職業容錯率同發展上限都大發提升。最後一類係香港中小商戶、個體戶同自由職業者，商業發展嘅半徑徹底變大。以前深港商業合作最大嘅難題就係人流往來低效、成本高昂，兩地人員互動少、頻率低，令香港嘅專業服務優質業態、國際視野好難落地內地，商業對接嘅時間、溝通落地成本都極高。好多香港小老闆同自由職業者手握成熟經驗同優質資源，卻只能局限喺香港細市場，客源有限，增長見頂，一直突破唔到瓶頸。而家人流可以自由、低成本、高頻往來，直接拉高咗兩地商業互動頻率。香港嘅國際化視野、專業服務能力、成熟商業經驗，可以順暢對接深圳嘅科創產業極群、龐大消費市場同完善配套無數。香港中小從業者終於跳出本地局限，迎嚟全新客源同合作機遇。講到呢度，好多人會覺得新口岸升級全部都係好處，對香港人百利而無一害。但我必須講出大部分宣傳片唔會講嘅真相，都係香港人最需要清醒認知嘅現實。人流越自由，競爭就越公平。壁壘慢慢消失嘅同時，紅利會流動，壓力同競爭亦都會雙向流動。我哋唔吹紅利，唔避風險，實事求是講清楚。便利從來都唔係免費，機遇背後一定有博弈同挑戰。第一部分對價格敏感嘅消費，有機會進一步流向深圳。香港本地零售同服務業競爭會更加激烈。喺過關麻煩、跨境成本高昂嘅年代，
高門檻變相留住咗大量本地消費。好多香港人就算覺得本地物價貴、性價比低，都唔會特意北上消費，因為時間成本太唔抵。而家過關零壓力，成本大降，北上、購物、死飯、消遣、短途出遊變成交性價比日常選擇。未來部分本地消費會自然分流社出商鋪零售行業，會面臨更大客流壓力，市場優勝劣汰會更加明顯。當然，香港憑住國際品牌、特色服務、旅遊同金融消費優勢，依然有獨一無二嘅消費底盤，唔會被完全取代。第二，人才雙向流動加速，香港就業市場嘅本地平衡被打破，競爭會變得更全面、更公平。過去高昂嘅跨境成本限制咗人才雙向流動，令香港就業競爭大多局限喺本地圈層，行業格局同人才流動都相對穩定，從業者靠本地市場就可以安穩發展。而家雙城生活逐步常態化，人才流動全面雙向開放。深圳嘅低生活成本、升興請蟹機會會吸引香港年輕人北上探索。內地嘅優質人才、創業團隊亦都會深度對接香港嘅國際平台同金融資源。以往相對封閉嘅本地就業市場會變得更加市場化、開放化。未來個人發展唔再靠地域保護、本地圈層，純粹靠個人能力同專業實力，競爭會更公平，亦都會更激烈。第三，深港城市分工會越嚟越清晰，合作同競爭會長期並存。未來兩座城市唔會再出現盲目嘅同質化競爭，定位會越趨極致。香港會繼續守住自己無可替代嘅優勢，國際金融中心、外貿窗口、高端專業服務、國際化法治同開放環境。深圳就專注科創研發、高端製造、產業落地同盤獲利需市場。兩座城市各司其職，優勢互補，形成完整產業閉環。但喺高端人才、優質企業創新資源、國際項目上面，依然會有良性博弈。呢種格局會令雙城聯動更高效，亦都會倒逼香港持續夯實自身核心優勢，避免資源稀釋。講到呢度，我直接正面回應所有香港人最核心嘅焦慮：過關越方便，雙城融合越深，香港嘅優勢會唔會被削弱？未來會唔會被深圳取代？短期之內，最現實嘅趨勢絕對唔係誰取代誰，而係兩座城市各自發揮自己嘅獨特優勢。通關便利，人流互通，只會令深港分工更清晰，價值更聚焦，絕對唔會削弱香港嘅核心地位。香港累積多年嘅國際化地位、成熟法治體系、自由金融環境、全球貿易通道同高端專業服務，係短期之內好難被複製、好難被替代嘅核心壁壘。真正被改變嘅，從來都唔係香港嘅核心優勢，而係資源流動嘅方式、普通人嘅選擇邏輯、城市聯動嘅模式。過去非此即彼嘅零和競爭，而家慢慢變成雙向賦能嘅共生關係。與此同時，我哋都唔可以神化一個口岸嘅作用。我糾正大家一個認知偏差：新皇崗口岸開通唔係打通咗深港融合嘅最後一關，只係打通咗普通人最直觀、最影響日常嘅人流關卡。口岸只解決咗人點樣流動呢個最基礎嘅問題，真正決定雙城生活上限，真正影響普通人長遠發展嘅係跨境就業、社保、醫療、教育互通、數據流通、商業對接、人才保障呢啲深層制度配套。通路只係第一步，配套完善先係關鍵。人流壁壘打通之後，只有後續民生、商業、社會配套持續跟進，雙城成紅利先可以真正落到普通人身上。我哋可以期待改變，擁抱新選擇，但絕對唔可以盲目吹捧、過度樂觀。好多人鍾意炒作新口岸，
規劃入面嘅20萬人次，日通關設計量68.97萬平方嘅建築規模。呢啲宏大數據，但呢啲冰冷嘅規劃指標、華麗嘅工程體量，全部都係表面功夫。真正睇得明呢場變革嘅核心邏輯，根本唔係睇樓有幾大、客流有幾多設備有幾先進，而係睇透一點，所有頂級城市基建嘅最終價值都係降低普通人嘅選擇成本，拓寬普通人嘅人生可能性。我幫大家梳理一條最清晰、最貼生活嘅變革邏輯鏈。口岸流程革新，大幅降低跨境流動成本，消除雙城生活嘅物理同心理隔閡，提升兩地生活、就業、商業嘅互動頻率，擴闊香港人同本地企業嘅選擇邊界，重塑深港雙城嘅聯動同競爭格局。過去幾十年，深圳河唔單止係地理分界線，更加係香港人心中嘅心理界線。香港永遠係主場，深圳永遠係客場。人生選擇非此即彼，幾乎冇中間地帶。而家深圳河嘅地理邊界依然存在，但香港人生活、工作、發展嘅選擇邊界已經慢慢模糊。未來深港唔會合併成一座城市，亦都唔會走向同質化，更加唔會出現一方淘汰另一方嘅局面。更有可能出現嘅格局係兩座城市優勢互補、互相賦能嘅超級雙城模式。香港守住國際化、高端服務、金融開放嘅核心底盤，深圳夯實科創製造、產業落地、內需激活嘅能力，口岸打通嘅流動通道，令兩地優勢互相疊加、彼此增益，最終得益嘅係每一個身處呢兩座城市嘅普通人。呢就係新皇崗口岸最真實、最接地氣嘅意義。我哋拋開所有宣傳話術、誇張修辭，用香港人最聽得明嘅方式總結，佢改變嘅從來都唔係過關速度，而係香港人未來可以選擇嘅生活方式。佢冇顛覆城市格局，冇改寫城市地位，冇帶嚟翻天覆地嘅巨變。但佢悄悄打破咗幾十年不變嘅人生定式，為每一個香港年輕人、打工仔、創意者多咗一條從前成本太高，而家可以自由探索嘅新出路。最後，我留一個好值得所有香港人深思、好適合評論區交流嘅問題：喺通關越來越自由、雙城生活慢慢普及嘅未來，你覺得香港人最大嘅新機遇係咩？又要面對邊啲真實嘅競爭同改變？以後係北上發展、雙城生活更着數，還是留守香港，深耕本地資源更穩妥？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理性傾偈、真誠分享。如果你中意呢種純香港視角、不吹不黑、中肯客觀、緊貼普通人利益嘅深度分析，唔做官方新聞嘅復讀機，淨係拆解真正影響香港人生活收入未來嘅底層趨勢，記得點讚、收藏、轉發、訂閱我嘅頻道。我會持續輸出貼合香港觀眾有溫度、有深度、有獨立思考嘅原創內容，幫大家睇清時代機遇，避開潛在風險，揀對自己嘅人生方向。我哋下期再見。